如果啲 project 係 work 嘅話咧，根本唔擔心我啲住宅嘅實大班人住，何況呢個係一正地鐵站。至於你呢個盤，你15個月即係嚟講咧，其實個時間係足夠長嘅，係吸引投資者嘅。白嘅錢始終都會更加想出嚟嘅。既然內地出嚟嘅錢唔容易，其中一個好容易嘅方法就係嚟香港買層樓。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樓市多面講，我係晉城地產嘅張秋。今日咧好榮幸請到3位咧重量級嘅嘉賓。第一位咧就係大家都非常熟悉主力喺新界西北區地產代理嘅長益地產總裁汪敦敬先生，汪生你好。而第二位咧就係主理新界東北區分行咧遍佈粉嶺、沙田、大圍、馬鞍山同埋西貢嘅世紀21奇豐物業顧問行嘅創辦人李峻銘先生。Eric 哥你好。你好你好。而第三位咧呢位咧我哋喺 YouTube 成日都見到佢㗎啦有成超過25年嘅物業住宅投資經驗嘅資深投資者 Alex Lam。Alex 哥你好。講到最近嘅全城焦點咧，就北部都會區咧古洞站嘅新盤咧而家正式開鑼啦。而會德豐嘅 Park Silicon 咧，我哋喺報章上面咧都見到咧，佢啱啱出咗一張價單，咁啊頭批嘅65伙咧就平均尺價咧係17000蚊一尺到，而最平嘅單位咧大概係15900蚊起。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恒基嘅古洞北咧有個全新嘅項目叫北都會，咁佢亦都正式命名登場。咁啊喺報章嗰度見到就個伙數咧，佢話提供到682伙嘅，仲話已經拎埋入伙紙啦。而主打咧就係現樓咧，就準備2個盤咧就一齊推出市場嘅。咁而呢2個發展商喺古洞站喺未開通之前已經開始賣。咁究竟會係 Park Silicon 會係先食頭啖湯去搶進呢個市場啦，定係恒基北都會以現樓嘅優勢去後來居上呢？而呢次搶客戰對新界西北區同埋東北區嘅二手市場有咩衝擊呢？買家又點睇呢？我哋今日樓市多面講，就即刻同大家當面拆解。好啦，咁啊，首先咧，我哋問一問阿 Eric 哥先。好啊，好啊。咁啊，古洞站嘅 Park Silicon 咧同北都會咧2個盤對戰喎。咁而 Park Silicon 佢嘅平均尺價咧就大概係17000蚊一尺到啦嚇，報章都見到㗎啦。咁而呢個價錢其實同我哋錦上路站嘅柏龍咧好似都差唔多，係啦。咁你覺得而家呢個樓盤會唔會吸引到同區嘅二手買家過嚟呢邊落住呢？咁尤其是鐵路完善嗰啲業主，當佢睇完呢口價之後，佢哋嘅反應會係點樣呢？會唔會借勢封盤啊、反價咁樣呢？Eric 哥你好啊，咁多謝張秋今日邀請先啦。咁如果講翻喺同區嘅新界東嘅客戶反應咧，咁亦都分2部分嘅。係一部分咧就係比較接近北都嘅，譬如話粉嶺上水區啦。咁其實呢個盤未正式開價之前咧，亦都係好多呢叫做同區啦，我哋叫做係同區嘅客戶咧，對呢個樓盤係非常之有興趣嘅。咁據我所知，手頭上啲同事都好多查詢啊，好多咁樣係。咁呢個係亦都可以反映到，因為喺上水粉嶺區真正嘅地鐵附近嘅樓盤咧，都係非常之年紀大㗎啦。其實係咁新樓咧就係寥寥可數啊。咁就算我哋最近嗰啲推出嘅新盤都係比較距離嗰個火車站比較遠嘅嚇。咁所以係比較係有個濃厚興趣嘅。咁但係相對於去到譬如話去到新界東嘅沙田啊、大圍啊咁嗰啲嚟嘅話咧，嗰個反應咧就係啲投資者有反應嘅，即係有興趣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呢個一個北都係一個即係未來嘅可以講嘅重要嘅區份啦嚇，發展啦嚇，亦都科技城啦嚇，咁有好大嘅發展空間，所以佢哋亦都有興趣就係主要投資者。咁但係當然啦，去到個價錢出咗之後啦，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嗰個反應咧就相對於用家就比較低啲嘅係因為始終呢個價錢咧就同柏龍差唔多啦，同好多市區嘅二手樓嚟講咧都係接近嘅。咁所以即係喺投資者度咧就可能 Alex 可能講多啲啦即係點睇咧咁樣啦嚇。咁但係喺我哋嘅客戶嚟講嘅咧就主要而家係粉嶺上水區嘅用家咧就比較係有興趣多過投資者啦。即係用家為主啊。用家為主冇錯。好。咁啊，汪生啦，咁當頭先提過呢2個盤咧就同一時間推出啦，咁都估計有成1000伙嘅供應嘅。咁同埋都個時間上面咧都估計可能會喺8月份至9月份呢個時間會推嘅。咁究竟呢2個盤對於屯門元朗區
個客戶嘅反應又點樣咧？尤其是譬如話佢主打都係啲一房兩房嘅單位為主，咁係啲首置客啊或者換樓客咧，佢哋會唔會對呢個盤有反應或者會覺得會有吸引咧？咁二手業主佢哋又會有啲咩反應咧？我都可以即係分享下。古洞即係今次咧係一個即係觸發咗即係個所謂北都即係降落民間普羅大眾嗰幅圖畫，即係正唔正確？咁變咗佢有幾個效應，如果佢做得好可以做到嘅。即係如果佢第一，如果佢賣得做咗個市場指標啦。如果佢賣得，相信有一定購買力都係內地人背景嘅，咁又可以就亦係可以測試咗，即係所謂內地人最近傳嘅就係會唔會即係有啲錢出嚟受管制啊？咁我相信冇結構性影響嘅，白嘅錢始終都會更加想出嚟嘅，即係你如果既然內地出嚟嘅錢唔容易，其中一個好容易嘅方法就係嚟香港買層樓，因為今次咧係有晒時間表啦。之前咧大家都知有個古洞，北部都會區，但係冇人話到俾人聽北部都會區有啲咩啊，幾時嚟啊？咁而家顯然就話俾你聽30至34就已經有苗頭啦，即係好清楚個時間表。而家我諗好多香港嘅物業成交咧，都係要配合內地購買力嘅。我評估係有機會係唔錯嘅，係啊，即係而家係一個可能買嘅地盤係7-3比，3成係內地人牽頭，嗰7成係香港人。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個地段亦清楚咗，即係因為有樣睇。有景象，有時間表，咁我相信對東邊或者我哋呢邊西邊個物業咧，都係應該係即係 add value 咗嘅。咁其實咧就即時出現就係佢係指標，咁咪好多平盤咯，二手咪好多平盤咯，有啲板塊就成交有增加啦，唔係好大，但係有喐動嘅。所以我睇法就係話，我係比較重視。係睇個社區發展，因為個社區發展，市民收到佢係一個新嘅地區。而家新嘅地區咧，佢嘅計劃亦行緊嘅，咁係一個即係相對上係 high value 嘅。稍後你會發覺本區嘅居民會開始換啦，即係換一啲有購買力嘅知識分子多啲嘅，年輕嘅。北部都會區就算你話去實行一半都好啦，其實都足以改變，即係成個新界，包括古洞啊、屯門天水圍啊，係咪咁好咧？其實唔緊要嘅，你知道有可能咁好，你咪睇下點變化咯。係啊，我睇法係咯。好啊，多謝阿汪生。咁好啦，我想問下 Alex 啊，咁啊古洞站呢兩個盤咧，咁啊各有特色，一個咧就樓花期有15個月。另外一個咧就係現樓形式嘅，咁作為一個資深嘅投資者，你覺得邊個盤係比較吸引啲咧？咁而譬如話，好似而家會德豐啱啱開盤，咁喺咁多個戶型裏邊，你有冇覺得邊一個戶型係會比較受歡迎咧？啲買家係點揀咧？Alex 哥你講一講。嗱，咁樣講啦，一般嚟講，投資者咧就中意啲長成交期嘅。咁用家咧就中意啲現樓多啲嘅，因為佢容易計數啊嘛。你用家嚟講，佢計到我要馬上搬啦，或者有實際需求，咁就唔希望個樓花期太長啊。咁一般情況就係咁樣嘅。咁你投資者點解會中意長成交期多啲？最大嘅原因就係佢投資出去嘅少，就可以睇長啲嘅時間，咁就希望捕捉到一個商機，或者係捕捉到一個升值嘅潛力咁樣啦。即係可能我交10% 或者15%，咁就可以做到一個投資 hold 住一層樓咁樣啊。咁就但係最核心嘅條件就係首先就要計到數先。即係如果你嘅成交期好長，但係你計唔到數都係冇用嘅啊。咁你至於你呢個盤你15個月即係
嚟講咧，其實個時間係足夠長嘅，係吸引投資者嘅。正常嚟講係吸引投資者。咁而家就係關鍵就係話個單位戶型同埋個方向或者係個價錢吸唔吸引到投資者？呢個係最重要嘅考慮。正常嚟講咧，長成交期係吸引投資者。咁至於你話，因為佢今次嘅睇報紙，即係好多嗰啲傳媒彈出嚟嘅資料都睇到，就係因為佢今次只係出咗4個戶型啫。咁4個戶型各有特色啦。有啲就方向好啲，有啲係平啲。咁樣，咁佢均價就17,500幾咁樣啦，好似咁就我個人覺得就，如果你作為投資者去買呢個盤咧，要特別注意呢個方向或者係個景觀嗰方面，因為始終首先呢個盤佢個位置咧就係北都入邊應該都係最靚嗰批嚟嘅，即係成個盤嘅 location 因為佢好近嗰個地鐵站古洞北嗰度，咁而古洞北又係得雙線噶嘛，即係個位置就係靚嘅，咁就2分鐘。就根據報紙講，就話2分鐘步程到就到咗個古洞北㗎嘛，所以 location 嗰方面就問題唔大嘅。咁亦都佢個客源咧，其實我相信都佢有幾個優勢嘅。第一個就係因為上水嗰頭咧個新盤唔多，咁佢積累咗好多年嘅購買力，而嗰批咧可能係用家嚟嘅。用家大家都明白啦，佢哋可以承受個價錢係會高少少嘅，因為佢實際需求啊嘛，咁就第二就佢始終都係雙線地鐵站嘅核心啦，即係北都入邊嘅核心。加上我睇好多資料文件都話政府嘅大樓啊，或者係其他嘢都會進駐入去咁樣。咁其實佢個向好嗰個變數都幾多嘅，咁同埋而家國內客都好中意香港嚟投資物業啦，咁有部分以我所知嚇，有部分嘅國內當然有一大部分中意市中心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咧就中意近深圳嘅喎，咁呢個咧我要觀察一下，國內客究竟對呢一個 location 嘅接受程度有幾高？如果市中心就肯定係好受歡迎㗎啦，咁呢個 location 我相信有一部分會中意嘅，所以其實今次發展商都好具備信心嘅，睇到佢哋好有信心嘅，咁但至於市場嘅反應係點咧，就需要觀察下。咁我就會用觀察嘅角度比較多啲，知道即係觀望下先。觀望下先，因為佢始終第一批得60幾伙，同埋佢得4個戶型啫嘛，4個戶型啫嘛，所以其實4個戶型佢相信後邊有更加優質嘅戶型會出嚟嘅，咁譬如話你啱啱問到我邊啲係比較優質嘅戶型，咁譬如話方向向南啊，或者係單邊啊，比較高層啊，過咗啲遮擋位啊，嗰啲咪比較優質咯。但係當然啦，你唔可能話優質我就買啦，咁你都要睇價錢㗎嘛。咁我覺得第一批其實北都第一個盤第一批咧，其實好值得參考嘅。咁我當然係希望發展商會成功啦，因為如果你成功咗嘅時候，咁對於香港嘅整體樓市都係一個強心針嚟嘅。因為你17,000幾北都第一炮，如果賣得好好嘅話，咁你其他二手或者其他都會睇到㗎嘛。對整體樓市係一個強心針嚟嘅。香港唔可能唔引入外來嘅人，咁正喺度唔引入唔得，因為我哋搞科研或者搞學校，而家啲學校都話喂，北部都會區啊，整多啲學位啦，我哋仲未夠。Eric 哥有冇補充？其實都係正如兩位嘉賓所講啦，其實呢個左明北道都會區咧，其實關鍵咧即係你唔好睇而家短期嘅價錢啊幾多啊，賣得幾多啦，其實係主要嘅關鍵其實都係我自己相信係其實係比較適合即係到內地嚟香港發展嘅一啲科技人才。因為我哋科技城啊嘛，或者係教育事業嘅人才，咁我啲即係住喺呢度咧就好 make sense 嘅，係嘛？即係佢哋又近佢哋自己翻工嘅地方啦，咁佢哋亦都係因為來自國內啦，好多國內 connection 可能經常要翻國內啦，咁但係屋企人可能又係讀書或者係小朋友可能要翻去另一區喎，咁嗰個交通亦都好重要啦，變成係即係往市區咯，交通都好重要啦。咁呢一個能唔能夠成功咧？其實好睇就係呢一班
即係叫主要客戶係唔係真係接受呢個位置？唔知呢個位置咧？即係好老實講，亦都喺香港政府同喺發展呢個區，佢個叫做唔係淨係住宅㗎嘛，其實係而家唔係一個呢個住宅項目嚟㗎嘛，係一個其實一個整體嘅科技呢個城同埋教育城，甚至係醫藥城係嘛嘅呢個龐大嘅 project 嚟㗎嘛。如果啲 project 係 work 嘅話咧，根本唔擔心嗰啲住宅㗎，實大班人住，何況呢個係一正地鐵站。更加係即係重中之重添係啊！咁所以有啲即係當然啦，市場上對出咗價之後有啲評論啦，有啲人就覺得佢貴啦，係嘛？咁但係如果只係站呢秒鐘去睇，好似係咪我都等走去睇啊？哇！都係地盤處處係嘛？你淨係呢度去睇嘅時候，你咁當然自然覺得佢貴啦。但係如果你向前再望嘅時候，因為買樓唔係今日買聽日賣㗎，就向前一個長遠投資嘅時候，如果你又相信呢個北部都會區係會成功嘅，呢啲科技城會出現嘅，呢個醫藥城會出現嘅，呢個教城會出現嘅，咁即係呢個價錢完全係合理嘅。咁啊，所以咁但係當然啦，呢啲都係即係呢個要睇下即係呢個市場反應啦，即係究竟係即係呢啲我哋而家都係未賣之前嘅估計啦，咁同埋呢段時間國內嘅客戶咧係究竟係即係呢個會唔會受到一啲心理影響咧？就係咁多全民嘅政策係嘛，咁呢個都係短期會有，即係短期嘅難估嘅咁但係現在長期去睇件事咧，我又覺得係有信心嘅。短期難估嘅，但係長期係好有信心嘅，即係有好多人都係審慎咗嘅。但係有好多人好進取喎，做緊 IPO，即係嗰啲公司好多間啦。我認為中國中央嗰個政策咧係出海嘅，正常調翻轉，我係內地人，我做好咗我嘅報稅。咁如果我喺外地，我想唔想出嚟香港買樓啊？一定想咯。多咗財富同資金係去咗一個相對上自由嘅市場啊嘛。係嘛？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即係個政策唔會去到冇內地人出嚟，同埋就係嗰個租客好勁，即係我哋啲屯門嘅細樓個租升勢好凌厲嘅啲，嗰幅圖明明向咁樣走，咁突然間又係向上斜咗。就算我哋九龍站嘅啱租咗個即係金融啲 leader，佢都係好順手，就係話我汪生，我想你揀我，咁我俾1年租先啦。呢啲即係仍然佢哋即係內地人係好有實力，係好實力，同埋去進取。咁呢啲進取嘅其實係我唔覺得有任何板塊係停嘅，係啊。咁問題就係你唔啱規格，你咪執好先嚟咯。係啊，係啊。咁啊，正如頭先都講啦，咁啊人口分佈啦，咁啊除咗國內嘅人之外咧，其實政府咧都公布咗咧，就呢個北部都會區咧，其實最終咧可以容納到250萬嘅人口可以進駐喺呢度嘅。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係要增加多150萬嘅人口嘅。咁大家會覺得其實呢150萬人口主要嘅流動性會係市區嘅公屋戶搬入嚟北部都會區多啊，定係其實都係主要都係新界區原區嘅居民就搬遷翻去呢個北都嘅多咧？咁而因為嗰個比例上面佔最大部分咧都係公營房屋嘅，其實會對嗰個需求會咩影響咧？Eric 哥你話俾啲意見。即係如果喺原區咧嘅人嚟講嘅話咧咁就因為佢住開公屋啦，即係意思係咁會唔會呢個接受呢個新咧？咁即係毫無疑問嘅，我覺得呢個新啲喎，呢度方便啲喎咁同埋個配套咧，即係呢個又因為公屋其實唔需要擔心配套嘅，佢有齊一定。係嘛？佢公屋標配嘅一定係有停車場，一定有商場，一定有運動設施，一定有醫院，所有嘢都一定係。反而其實即係都公屋都有個好處嘅，就係咁黐住隔離公屋咧，其實都即係黐住公屋嘅居屋嘅私人樓咧都係有好處，因為呢啲嘢配套係齊備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原區嗰啲唔需要擔心嘅，反而一個問號咧，正如你所講，如果住喺外區嘅人會唔會搬入去咧？外區嚟計嘅話咧，以往咧係有個譬如話公務員咁咧，我都係有個問號嘅。因為你香港唔係好大咁所以咧佢哋即係交通嗰個考慮咧
可能就都要考慮，但係更加大嘅考慮可能係自己工作嘅位置啦。咁另外就係讀書。小朋友真係好大好重要㗎嘛，係。咁如果我去個新界好遠嘅地方，我翻工可能有顧慮喎。咁大家你話唔係，我北部都會區有工作機會俾我嘅，咁我知我自己個問題解決咗啦。咁就小朋友啦，就學校網啦。咁如果現在嘅校網咧就唔係話特別標青嘅，喺我區嚟講嘅話係。咁即係話如果我個小朋友要去翻九龍塘翻學，或者甚至要去到呢個香港島翻學嘅話咧，咁就會比較係即係難吸引啲嘅，其實係。咁所以都係關鍵嘅其他配套設施。北部都會區其他啲學校嘅，因為而家係而家啫，我講緊係咁將來嗰個配套好唔好咧？咁如果我工作機會又有係嘛？啲公務員就唔擔心啦，因為即係個自己辦公室搬咗過去，咁跟住佢個小朋友翻學，原來北部都會區都係好多名校或者係有質素學校俾佢選擇嘅話，咁梗係主導啦，係嘛？呢個甚至真係 VN 翻上去深圳消費都近好多先方便啦。同埋教育可以反客為主啦，譬如話冇出現啊，譬如話整間呢個清華小學嚟讀啊，即係嚟都可以成件事好吸引啊，因為唔係嗰度係大學城嚟㗎嘛，係大學城咁即係如果附屬小學、附屬中學㗎嘛，一條路，你有條直上，即係去幾間大學，我所知都喺北部都會區，即係摩拳擦掌嘅場地。唔係因為佢哋都要發展嘅，因為香港呢個教育中心係做得好成功，咁令到即係內地最出名嘅大學都即係都要做個回應啊！即係話我都要有啲合適嘅教育，咁應該係我想知話北大嚟緊香港做嘢，咁變咗會唔會有啲即係你話即係對口咧？對口唔棘出嚟我唔知啊！呢度市民喺度。唔係呢個直情係一個，即係如果你要去發展香港嗰個教育嘅事業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獨有優勢嚟㗎嘛，係咪啊？呢個獨有優勢，即係我清華北大啲，咁你而家嚟唔到香港，因為啲地都唔夠，你冇地俾人哋，你港大、中大都唔夠地，係嘛？咁你根本冇理由就攞幅地俾清華北大㗎，咁而家你唔同啊嘛，你呢度就有而家有間有個校長開始話：喂，我哋仲未收夠學生，嚟緊我哋會收多啲學生啦。呢個就係即係一個新嘅產業，其實去即係任何生產最後都帶起地產嘅。不過你唔好去乞人憎炒地產啫。咁但係正常你有咁多精英嚟，咁你點啊？咁啲精英梗係要住好啲㗎啦，係嘛？又有購買力㗎啦。你話你話一啲財技公司佢嘅高層，你唔買間好嘅俾佢，你都要租一間好靚嘅俾佢。係啊，即係呢個如果係呢個市場咧，我就感覺到非常熾熱啦。即係係啊，即係係。我想請教 Alex 哥啦。咁啊頭先都講啦，因為其實呢個北部都會咧，嗰個住屋嘅供應咧，佔個比例係公屋為主啦。係冇錯。咁有咁大量嘅公屋咧，其實對我哋周遭嘅私樓或者半新樓咧，其實會係對佢嗰個租值同埋個潛力咧，會唔會有影響咧？定係會就因為周圍多公屋，令到佢啲價錢咧就可能反而係會睇低一線啦。定係調翻轉，好似阿汪生或者好似 Eric 哥話齋，我多咗一批新嘅人流。新嘅購買力喺呢一區活躍嘅時候咧，反而會帶動到嗰個樓價或者個需求咧。你講解下。其實咧，我覺得有公屋喺私樓附近咧，其實唔一定係壞事嚟嘅。係呢個係唔係話我隨便講嘅？係你睇翻香港各區，就算你包括啟德附近都有好多公屋嘅。係，但係問題你無阻佢不斷創新高，有好多單位，即係有好多樓盤。譬如天璽天啊，或者其他都唔平嘅。3-4萬蚊啊，4-5萬蚊都好多。咁其實公屋有公屋嘅好處嘅，因為佢嘅配套同埋譬如話人多先會旺啊嘛。一個咁你
譬如你街市啊，或者你其他私人樓啲冇噶嘛。係啊，咁你其實街市我哋自己，就算我哋自己住私人樓，我哋成日都要去街市度買嘢啊，或者咁樣先食到又平又靚嘅海鮮啊，或者係乜嘢咁啊。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咧，我整體香港嘅感覺嚟講咧，只要你個規劃做得好，只要你嘅規劃做得好，就唔好話私人樓跟住夾一個公屋，跟住隔離又有私人樓，即咁樣好似梅花間竹咁樣，咁就唔係幾好啦。啊，咁譬如話你好似嗱將軍澳、天津嗰度附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其實包圍住天津附近咧，其實都好多公屋嘅喎。但係你天津價其實都企得好硬好硬，個價甚至乎相當之高添嘅。啊，所以有公屋唔一定會影響私樓樓價，但係你個規劃要做得好咯。啊，即係嗰區嘅規劃啊。咁呢個第一點啦。啊，第二點咧就係話，千祈唔好睇小公屋嘅居民，因為佢哋嘅消費力好強嘅。啊，因為佢哋本身嘅樓宇嘅支出嗰個租金比例細啊嘛，變成佢可支出嘅金額咧，即係消費能力咧係好強嘅。啊，所以會帶動周邊嗰啲叫做商業嘅。咁如果你商業旺咗，或者係乜嘢嘅，咁你對私樓其實都係有幫助，因為你越嚟越多方便啊，或者係旺盛啊咁樣啊，所以呢個係我嘅睇法啦，唔可以一棒打死話啊有公屋就乜嘢，其實香港好多地區都有㗎啦。啊，所以最重要都係規劃。咁就另外頭先阿 Eric 哥都講得啱啊。其實北都最重要個焦點反而係真係嗰個產業，即係譬如大學啊，或者人才啊，或者係嗰啲科技園啊，嗰啲一定要配套做得好咯。啊，因為你本身好似成個區域咧，其實都係以呢個賣點嚟去發展㗎嘛。啊，所以呢一方面咧就真係希望政府就加把勁去做好佢。咁我哋作為香港嘅持份者，我哋都希望佢成功㗎嘛。啊，因為整個香港投資咗咁多落去，啊，咁其實你每一個香港人都係持份者嚟嘅，啊，所以如果佢各方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住宅就唔使擔心嘅。但係當然要規劃得好，同埋要真係要聯繫好多企業進駐，呢個係有一定嘅技巧或者難度嘅。咁就拭目以待啦，即係都希望樂觀咁樣去睇呢件事啦。希望你未來呢20年可以不斷蓬勃咁去發展啦。咁多謝3位咧，咁今集嘅咁精彩嘅分析。咁我哋聽完古洞呢兩個新盤嘅對比之後咧，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未來呢20年有成幾十萬伙嘅供應，樓價會唔會因為今次嘅海量供應咧而一蹶不振呢？而未來喺北都嘅概念之下，究竟邊一個屋苑或者邊一個嘅地段會真正係被低估嘅潛力黑馬呢？我哋留翻下一集樓市當面講，我哋繼續同汪生、Eric 哥同 Alex 哥繼續去深度拆解。咁大家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下集見。